不计钱，但这把光着干不了，谁都跟你们没动吃啥，他把妈妈一说了，谁没跟你们说咋地啥？他把空气丢了有被，那么给你天天那么动，陪着你手中当时是个给人了嘛，他的第一个是。现在人民那个老师，西巴那么讲到这个，都把手机，做的什么去的那个，也能那么做什么？第二个，现在没那个，俺这个家里开始从不行，哪天咱们个大学的，你去开始弄个电器，到天上弄个电影。你都到了这个就七千多了，没钱还不了。家头那个七千，没多那个七千，那个干什么单位这个叫拉着那把头，对的，西巴专门找找，不计钱，不计钱。你这里那么你说了，去开始弄个电器，到天上弄个电影，3万弄这些把钱抓去呗，钱拿吧，筹码，干什么嘞？不计钱，两个手，是，我当嘛的，我当嘛的，我当不，一般，我说这个才认真，我做。别别别撒了。